创世纪第39章，约瑟甲波提乏的某。约瑟互人带落去埃及，有一个埃及人，就是法老的人神侍卫长波提乏，对遐个以实玛利人将约瑟买去。上主甲约瑟同在，互伊事事顺利。伊住伫主人埃及人波提乏因兜，伊的主人看见上主甲约瑟同在，佮上主互约瑟所做的事拢顺利，就介意约瑟，互约瑟伫身躯边服侍。主人派约瑟管理伊的家，将所有的拢授权互伊。对迄时开始，上主因为约瑟的缘故，赐福互迄个埃及人的家。上主祝福迄个埃及人的家庭甲田园所有的，迄个埃及人将伊一切所有的拢授权互约瑟，伊所食的物以外，伊拢无得管。约瑟生做缘投体家好，这个代志以后，约瑟的女主人甲伊洗目尾，对伊讲：“来甲我困。”约瑟毋肯，对伊的女主人讲：“你知，主人已经将伊所有的交代我，有我伫遮，主人就拢毋免操烦。伫即个家，无人比我较大。你以外，伊无一项无交互我，因为你是伊的某。安尼，我哪通做即款极歹的事得罪上帝？”女主人虽然逐日安尼甲约瑟引诱，毋过约瑟毋肯听伊的话，拢无甲伊做伙困，嘛无要甲伊做伙。有一日，约瑟入去厝内办代志，厝内拢无人。女主人揢伊的衫，讲：“你来甲我困。”约瑟将衫放伫伊的手，走出去外面。女主人看到约瑟将衫放互伊，佮走出去外面，就叫家内的人来，甲因讲：“恁看咧，主人甲一个希伯来人带入来咱厝内戏人咱。伊来我遮要甲我困，我就大声喊，伊听到我出声喊，就将伊的衫放伫我遮，走出去外面。”负责人将约瑟的衫收伫伊遐，听候约瑟的主人倒来。伊对伊的丈夫讲这个代志，讲：“你带来咱遮迄个希伯来奴隶入来我遮，要戏人我。我一个大声喊，伊就将伊的衫放伫我遮，走出去外面。”约瑟的主人听到伊的某对伊讲：“你的奴隶安尼对待我，就非常受气。”约瑟的主人将伊关伫得关王的犯人的监狱。对安尼，约瑟就伫遐坐监。毋过上主甲约瑟同在，施允互伊，互监狱长介意伊。监狱长就将监狱内面的犯人拢交互约瑟管理。监狱内面所有的代志拢是伊在处理，所有交互约瑟办理的代志，监狱长完全信任，因为上主甲约瑟同在，互伊事事顺利。